本样收看客家名录学展，每日一项语新闻，其中就600个汉向美食探了解。2024台湾美食展伫8月2號鬧熱起鼓，賴總統表示，台灣係挑戰當好嘅美食天堂，唔管係異國美食、台港南北料理，還係台鐵小食行行酒，台灣人民非常幸福。就親酒本把美食嘅本地美食，客家備戰會主任備戰股小輝則表示，是夢所就客家關嘅攤位業者，包含土棧、新竹、苗栗、屏東等地，甚至就對把店安站位，和草選了來個品酒，進為酒基燈，客委會將做得成為美食展嘅職業。業者當中心佇傳統料理對求新求變，比將講即將做嘅甜湯鹹嘅料理，類差變性做白式點心，創造出現下後上癮好食嘅美食。本探高當然看到客家本把，至上係客家名錄學展嘅寶土，撒下來愛教大家基本嘅每日一項語就係美食。美食，台灣係挑戰當好嘅美食天堂，台灣係挑戰當好嘅美食天堂。你學過嗎？下禮拜講來了。